人比较多的时候，如果抽号码牌可能会等比较久这样子，应该会比较方便一点，对吧？就可以疏散一些人流这样子。那我们地震局这种一个先进的做法，我们非常的肯定，而且非常的支持。那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可以直接来我们的各地震事务所来取得说他的要的资料，那对我们的交易纠纷会大大的降低。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政府地震局多年来持续推动智慧化服务，像是线上申办进度查询、地价查询、实价登录申报结果查询等等，便利的线上服务都获得市民好评。近日，台南市11个地震事务所全面启用誊本贩卖机，大大节省人工作业申请的时间，而且扩大服务内容，还可以补发税单。希望市民都能感受到全新优质的洽公体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地震局长怎么说吧。台南市政府地震局这一次推行智慧地震誊本贩卖机加盟税务的服务，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民众在买卖房地产、买卖土地之前，都需要先申请土地誊本。那么从108年我们土地誊本的核发量56万张，109年呢又成长到88万张，所以在短短的1年之内誊本的核发量就成长了32万张。那这个民众的需求很大，那么民众如果亲自到我们地震事务所的柜台来申请的话，大概要等7到8分钟的时间。那么这一次如果透过我们这个誊本贩卖机，大概只需要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很轻松的操作，那领到誊本。这个对民众来讲可以说是节省时间，而且又相当的方便。那么再加上这一次呢，我们跟财政税务局税务加盟的服务，让民众呢可以在我们这一台誊本贩卖机上面，也可以补印这个房屋税的税单、牌照税的税单、地价税的税单。所以对于民众来讲，2个局的加盟服务会让民众的服务更加的方便哦。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疫情3期间改革延长，病院作为对抗疫情的第一线，加重医护人员的压力。所以，立委林俊宪甲议员蔡小薇每下店市招日行善会等民间资源，上午特别关注餐点和医护人员作为因上届坚强的后盾。政府的力量有限，民间的资源无强，面对这波的疫情，民意代表嘛为向民间的资源共同做爱心。包括台南市朝日兴盛会、台湾全民食物银行、甲利仁公司、台北烤味米粉汤等，共同捐赠民生的物资甲餐点，予医护人员为因来加油打气。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一次透过我们的朝日行善会，媒合我们台湾食物银行以及我们的里仁事业，还有我们在东区的台北口味米粉汤，大家透过民间的力量，就是希望可以给我们医护人员第一线的支持、打气以及鼓励、加油的力量那非常感谢我们医护人员包括我们现场我们的市立医院的蔡院长带领所有的团队医护团队，不仅是在医疗的资源，甚至在这个防疫的工作上以及卫教的宣导，都承受着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媒合、抛砖引玉，呼吁我们的全民，大家要理性正向的来面对这一场的抗疫行动。也希望这一次的疫情可以早日获得控制，让我们的全国国人都可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我们感谢我们台湾全民食物银行这次媒合的我们里仁事业，他们广大的那个顾客捐赠的爱心粽子，那里仁的那个有机粽子在我们台湾是非常有名的，大家可以尝试看看。那在这防疫期间内呢，就我们蔡小薇议员就是帮我们媒合转介了我们那个市立医院的蔡院长，
那感谢蔡院长他们在防疫期间内，就是为我们做第一线的防护，他们也辛苦了，让我们有机会呢捐赠这个爱心粽子来送给他们食用。即间的捐赠总共有600粒的蔬菜粽，加150份的餐点，分别送予省台病院、新楼、安南、甲台南市立病院。市立病院由院长蔡良民来代表接收。这道给咱送真侪粽子啦哈，这是真健康可口的粽子哈因为这道防疫大概事实上是全岛一命了哈。那我们台南市整个从市长、卫生局长跟各个院所，大家都是积极部署哈，努力防疫，当然也要照顾好我们的市民的健康。那在这个端午节的前夕哈，会当吃到好吃的肉粽哦。我想这个大家同仁应该拢真高兴啦哈，而且这个感受到这个各界给我们的支持跟温暖哈，那我们会继续努力。民间企业捐赠的蔬菜粽予医护人员，主要希望端午节会用个予医护人员嘛用个感受到佳节的温暖。虽然政府呼吁爱家乡唔通倒去故乡，不过民间也是处处充满着爱心。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虽疫情持续严峻，不过台南市政府为了做好防疫准备，小区每下各界资源和弱势需求并无中断。像吉安医疗社团法人甲中安制米厂热心的响应，总共捐赠1200份的关苗米，要予华山基金会渡期中备。华山基金会长期关怀失灵、失智、甲失去依靠的渡期长辈，因为拄着疫情的关系，一寡物资物质较欠缺，所以为着咧关庙的吉安病院知影消息了后，嘛主动出钱采买关庙米，加上制米厂的头家热情赞助，拢总捐出1200份的关庙米来予华山基金会渡期老人。所以我们今天也透过长安制面的部分，让他们由我们社团医疗法人、吉安医疗社团法人来做一个采买。那因为陈总他自己也觉得做这样的善举不能够只有我们一家医院，尤其在防疫期间医疗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也是发出他的一份心来把我们采购的面打折再打折。所以说我们今天采买的价格的确可以造福更多的人。所以他刚刚也说了未来我们协助华山的部分不只是就台南县，未来在台南市的部分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做一些奉献尤其是这些独老他走不出去，那更需要人关心，无论是医疗，无论是物资，都需要大家的奉献。在这样的疫情阶段，大家其实都闷在家里其实可以更多的爱心来把它发展出来。非常感谢吉安医院陈华宇执行长的媒合，长安制面厂这一次总共捐赠了我们华山基金会台南 B 区1200份的这样的面条，作为端午关怀礼之用。那其实疫情真的来得很突然，那全国迈入了3级警戒，那也持续会延长到6月底。在这个时候呢，华山服务的这些独居、行动不方便的失能跟失智长辈，其实更显得弱势。那我们这边也呼吁民众，就是理性抗疫的同时，其实也要记得主动去关怀身边的弱势者。透早捐赠20由社会局长陈荣之代表接收，并颁发感谢状予吉安病院执行长陈黄宇，甲长安制面头家陈兴龙，感谢因热心的帮助。很感谢因为这段疫情期间这些独老都在家里面有些物资上的不方便。那我们今天感谢我们的长安制面，我们的陈老板陈董事长，还有花莲吉安医院的这个陈执行长的促成，让整个华山这个捐赠的部分呢，就捐给我们的华山基金会的林站长在整个的过程之中也感谢了大家的共同来促成，也感谢我们长安制面的陈董事长呢，他的发心。甚至还讲说，如果有需要的话，他后续还愿意再提供。像这份的善举，我们非常非常感动。捐赠20包括吉安病院、制面厂，阁有华山基金会。另外，社会局长陈荣之、甲规人区长魏文贵嘛拢亲身到场，而吉安病院甲制面厂的头家嘛拢热情的表示，
未来若阁有需要，因拢会愿意阁继续服务。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随着本土疫情严重，大家拢等待注疫苗来挽救疫情的同时，中医徛伫增强人体抵抗力的角度，强调都要对生活习惯甲饮食来调整，嘛推出防疫1号茶饮，要来保养，帮助咱对抗病毒。中医徛伫社会防疫责任，伫这波疫情当中嘛尽一份心力。主要日前研发新冠以后的中药处方，会当来对抗确诊者被科学验证以外，其实中医师嘛希望积极推广对一般人的体质拢真适合的配方。参照这款防疫1号药材，用烧水冲泡当做茶饮，主要就是补溃、祛湿甲解毒。针对容易感冒或是免疫力较歹，会当增强来对抗病毒。我们这个防疫号就是在去年我们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基金有推出这个防疫号，它主要就是说在调整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让它提升，那调整我们身体的肠胃系统，让一些湿气啦不要一直在身体里面，就是造成让我们的那个身体状况保持在最佳的状况之下，就是可以预防一些病毒啦、细菌的入侵这样子。当然，伫过去拢无药物甲疫苗的年代，就是以大自然的草药来提高人体抗病能力。所以中医嘛强调，一定要对生活习惯、饮食调整甲运动来改善，才是根本。当然，我们在说我们这些药材的话是可以增加免疫力，但我们还必须保持一般来讲，我们中医讲那个就是治胃病。那胃病的话，是不是说只有吃药啦，或吃什么东西保健食品？但我们生活的习惯啦。比如说要保持心情的放松，因为这疫情大家很紧绷。那如果你在处于在比较紧绷状态之下，我们的身体免疫力其实会下降的。那保持充足的睡眠，那不要喝太多那个冰凉的饮料，因为这冰凉饮料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湿气变重，那造成我们身体的环境变差，更容易去感染这个病毒。随着疫情愈来愈严峻，民众希望透过中医药的茶包来调养的询问度嘛愈来愈悬。不过医生嘛是建议民众，因为每一人的体质无同，也是要先透过医生来评估，才来应用。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每一档拢受到注目的理想节目5000奖，今年暑假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持续开办李小平新的训练营队，活动是全部免费，欢迎全国对国小到高中学生踊跃伫线顶报名，争取成为李小平新的机会。有任何问题会当查询线顶的报名资讯。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办理超过20年的儿少优质节目5星奖，其中里头最特别的奖项是儿少评审团奖。媒观特别邀请儿童和青少年来担任评审，选出心目中最好的节目。今年暑假，媒观将持续开办第21届儿少节目5星奖儿少评审培力营队，活动完全免费。中嘉青年有线电视与港都有线电视为赞助单位。欢迎有兴趣的全国国小、中高年级、国中与高中生踊跃报名参加，争取成为儿少评审的机会。我们为儿少设计丰富精彩的培力课程。如果您很喜欢看电视，也很愿意学习如何分析与讨论电视节目，欢迎你呼朋引伴。要招募30位国中小与高中职的孩子，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哦。这项儿少评审培力营队报名日期即日起至6月22号截止，采线上报名的方式。欢迎符合资格的儿少朋友踊跃报名，一起来学习儿少节目制作与产出的知识，并参与儿少节目的评选。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但市公办的直播教学已经引起各界好评，甚至成为全国推动天课无天学的重要学习资源。其中，教育在第2波的课程当中，特别加入艺术人文的领域，
尤其伫子弟这节课，互大家看到王维斌老师教学的热情甲功力。疫情期间停课无停学的直播嘛，意外看见穆迪老师王维斌的教学特色。爸爸的妈，第三句中间，木斯棍打给爸爸的妈，预备，中间预备，起，木斯棍打给爸爸的妈，蹦蹦，春100。王维斌担任教职，专攻一项穆迪教学已经长达30档，相当难能可贵。参照背后这大大细细，对观音到隔音八种无同的乐器，拢是穆迪哦。除了要互学生认识穆迪家族，重要嘛是要互大家拢有兴趣。根据统计，目前点阅率1万外人，已经是淡市3年到6年所公办课程当中上悬，其中好学。会好听，就是上大闭关。我的经验是，只要小朋友学习当中有进步，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他就会喜欢。这是一个最大的关键。那你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小朋友觉得自己有帮助呢？音乐很简单，就是好听。如果小朋友他觉得好听，今天比昨天好听，那当然他就想学习。好啊，所以我的责任就是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让它好听。所以我去想一想，因为我教的学生不是音乐班，要很多基础。我们人都有模仿能力。好，如果透过他讲话或者唱歌，然后模仿能力，保证可以马上吹出好声音。这是我30年的经验。好啊，如果他可以马上吹出好声音，而且呢，我们透过一些生活的话语，比如说拖刀、低卡、螺西、大箍、倒灰，平常他们都会讲这些话啊。可是呢，如果他又可以吹出这些话，不但好听又好玩。如果好听又好玩的，基本上呢，学生就会喜欢。面对疫情严峻，佮延长停课到7月，王维斌知学生每一天困伫厝拢真有助。所以以山村国小迎接100岁生日来创作甲学生活动，甲学生涯当中不断透过国内外比赛来累积社团实力，累积支持，甚至行到看戏剧、舞蹈等领域，已经是全国首创。现在不管是全台走透透的观摩交流，还是10年后壁将军等偏乡，就是要持续来推广，听见穆迪的美妙。我是主修直笛，所以我可以在这方面好好的来推广直笛。所以呢，说实在的，为了我也是尽量，既然做推广，对不对？其实我本身平常会抽空去偏乡帮忙教直笛，4到5间，都是利用1个月去一次啊，利用请假去帮忙。可是也有效果啊，因为他们不需要吹得很难，他们只要吹出好声音就好了。所以当地的他们校长都很支持。吹好声音真的很容易，你要吹的技巧很高的可能要很难。可是他们不需要啊，他们只是要一个好声音而已，因为生活用得到的东西。那既然直笛呢那么容易吹出声音，那我就尽我的能力去帮忙。第一名山村国小穆迪团成军25年来，伫王维斌老师指导，已经是全国比赛常胜军，校长家长的支持拢是关键。山村国小呢，在王老师的积极的努力之下呢，我们的直笛团呢一直表现的都非常的好。那有非常多次都有得到全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全国赛的一个佳绩。好，那山村国小的直笛团也已经成立了25年了，哈，也是一个非常那个资深而且非常优秀的一个社团，也是我们这边所有的家长跟小朋友社团的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社团。好，那因为山村国小我们这样子推动，甚至希望就是说小朋友能够多元的学习，就算是在疫情的当中，我们还是一直鼓励小朋友多多的在家学习，不是只有学科而已，艺能科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视，也希望小朋友在疫情之下，一样是停课不停学，一直努力。国小阶段音乐课较少看见查甫老师，不过王维斌以专业认真，甚至因为直笛教学来核选10多奖的荣耀，
老师表示，只要功德之地，就愿意专心全力付出，嘛，互人看见伊的坚持。但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对疫情，嘛来关心相关的医疗资讯。子宫内膜炎是真正看到妇科肿瘤，依照标准的治疗，患者伫开刀以后，恐惊有脚肿痛，或是神经受损的副作用。所以，基美学中心特别引进新的影像技术，让医生会当精准来进行切除手术，降低并发症。基美医学中心自去年1月引进前哨淋巴结造影术，将造影剂注入去肿瘤周遭组织，造影剂会沿着淋巴管前进，运用因光反应，让前哨淋巴结发光，让医生会当精准切除前哨淋巴结，唔免将全部淋巴结拢切掉，减少引起下肌肿胀、神经受损、探痛等副作用。内膜主要可能是经由淋巴结去转移。那我们去定位出来前哨淋巴结的话，可以减少就是我们拿掉所有淋巴结的一些风险。那既然淋巴结拿的越少，它造成下肢淋巴水肿的机会就越低，那可以导致我们之后术后的一些生活品质的提升。有点就是我们不用大范围的去把淋巴结清出来，那相对来讲手术到的时间或是出血的状况就会比较少。那术后的一些像是淋巴结水肿的机会，相对来讲减低。前哨淋巴结造影术，因为会当精准定位，手术提出来的淋巴结嘛较少，手术出血量嘛较少，而且手术副作用嘛明显降低，无影响到癌症复发率，让病人术后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林春红医生提醒，妇女朋友爱定期做子宫颈抹片检验。对着无正常的阴道出血，嘛要提高警觉，才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效增加存活率。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7分5后，地将雷阵好天气，温度26度到32度，落雨记录4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